像一阵风，来无影去无踪。予我车用，予我悲伤，予我怨叹在心中，害我将油问来找真风，也是对袂着伊的行踪，是我误，是我苦，是我痴情又苦强。伊是风，是城，是爱流浪，要见面就在梦中。你要讲差真多哦，妈呀！那呢？你讲呢？唔就讲我好命了？都是，这唔是好命啦，这是手段。啊，这是安怎讲？来啦，我甲你讲啦，来，坐遐坐。无这位你咧坐？不要紧啦，坐啦。这吼，我讲你听啦。那你大金婆啊办代志吼，我输你，你正搞，我学落你。啊，若讲吼要做大家啊，你甲我比起来，还佫差一开的咯。啊，这是安怎讲？新妇若带入门啊，就爱甲压落底。压落底？啊，无这问，唔知要安怎压吼？安怎压？甲站啊！迄是讲哦，恁迄新妇无当着我呢，啊，那我就互伊青笑。大金婆啊，亲像你安尼啦，甲新妇哦做甲袂输敢若查某囡仔的啦，啊人家有甲你学落，对无？你安尼做甲流汗哦，人佫甲你嫌甲流烂哦。哈，我看单金哦已经中毒真深啊啦，这件代志哦，歹胖。真啊！来，真忝哦！休困。阿大爷吼，暗顿睡好啊吼，我紧先食点心，阿爸爱传好，牛奶已经泡好啊。免那功夫啦，阿爸。哦，太烧，真烧。免啦，阿爸，我甲你滚就好啊。你家吃吧。胖嘛好啊，胖好。胖。你要到8时9点？免啦，我安尼食就好啊。小等下面要食暗顿啊，对不对？安尼啊。我要做事哦。大金婆啊，我要做事。卡起。阿伯父啊，冰粉水一杯，互我好无？我无用，我咧思考我媳妇你一日创啥啦？你家己去啦。哎呦，啊你这人哪安尼哈？你讲着讲叫我就安尼吼，将恁遮当做敢若家己，啊，甲你讨一杯仔冰茶，啊，就叫我家己去停，讨遐多，人比人气死人。大金婆啊，你喙焦对唔对？啊，安尼好啦，我来停冰茶，你啉。别，你坐。我坐。好，我亲身来停，安就好。安尼嘛，这较差不多。那你来啊，开始。来啦，冰茶无啦，凊彩加啉啦。你这，过来，我甲你计较。我吼，拄啊这下面阿金仔带遐种是困足喙焦的啦。我要先啉茶，我甲你讲。唔是咱代志，咱袂用无讲哦。你讲要甲小叔10两金仔呢，还是传好呗？哎呦，打你妈妈遐尼啊自信，啊你是猜阮赢的呢？事实已经摆在眼前啦，你稳输的啦。山林自有妙计。哦，美丽啊，安尼哪有特动？像阮嫂教我遐尼好的人，就叫我讲阮去啊，我去遐帮忙，毋得特动死。哦，我知啊啦，你是毋是惊歹人哈？唔敢做这样代志。我哪有咧惊歹人？你莫听人讲哦，清官难断家务事啦。而且哦，新妇参大家袂好吼，自古早就有啊啦。叫去！
我平时是安怎伫咧甲你教的哈？甲你讲，咱若做人啊，就爱有信心，吼，而且就爱有信用。咱若甲人答应的代志吼，就一定爱做甲到。哦，即马代志一个到遐，你就想着要求卡就对。拜托的啦，甲我斗3工一个啦。师，迄款代志我做袂落啦。拜托的啦，袂啦，拜托的啦。袂啦，哎，你若袂，我想要甲你死头咯。袂啦。嗯，唔是啊，我是讲我后你死头咯，我答应你啦。答应我，安尼毋则是我的好徒弟啊。好是好啦，师啊，我会听你的话咧做吼。啊，毋过我答了无拄的时阵，你袂使爱死头咯。袂啦袂啦，我哪会甲你死头咯？我跟你讲，咱就安尼决定。好，这样计划进行哦。是，我先来去哈。好，你来啊，来讲较详细。哎，啊，康亏唔做两个，干嘛起不起出？啊，是在讲啥？啊？在讲？我告诉你。袂记的，你挑工的啦，甲你交代遐尼济遍哦，阮安尼，哎哟，我一个心肝囝呢，安尼拢无教啦，哎哟，这声若感冒着哦，看要安怎？哎哟，我一个心肝囝呢，哎哟，你这查某吼，你心肝实在有够歹啦，阮囝若无破病互你看，你毋甘愿心啦，哈？妈，啊你哪会无困哪会起来？啊，着喙焦啦，啊，想讲吼，起来添一下水的。啊，就安尼啦。我来泡一碗烧茶，互你啉好无？免。哦，我是讲啊，啉一下水啊，看安尼小可安尼退火咧。啊，若你听我啉的哦，我着规百火啦。哼！我跟你讲啊，你门若搁甲我锁起来，你才甲我试看，体边较暗。哼！好啦。燕如啊，较早去困，较早去困。明仔早起吼，妈足早就要爬起来运动。你差不多4、5点就爱起来煮饭，互妈食。较早困，明仔早较早起来啊。家在，咱阿爸吼无这种怪癖，啊，不然有吼，我全规暝拢袂困去。你莫讲啥？讲啥？你是不错我汉字哦。迄人隔壁安怎讲呢？讲这叫做关心嘛，你知无？哎，即马要找一款大家哦，无逐口才有的呢。哎，贤如啊，哎，我建议你哦，最好带你个大家哦去检查看卖，看伊这两条小破。啊，无万若叫断正去哦，对咱人类来讲是真大的损失，是真无彩哦，真拍算哦。阿伯啊，你莫安尼讲啦。其实阮妈妈嘛是为着阮阿安那好啊，伊并无歹意啦。哦，
秀霞，时间无早，我要等下去煮饭啊吼。贤女啊，油麻菜籽命啦。是讲安尼敢好？哎哟，安尼哪会唔好？咱吼着爱甲迄新妇哦教死者啦，要若无吼，毋知倒一工飞到咱头壳顶了。我想敢会安尼？哪会袂啦？迄歹讲啦，你无拄着，你毋知哦。妈，我转来啊。几点啊？你阁会晓转来是？去煮暗啦。好啦。紧去啦！敢若死人安尼插头的，紧去啦！好啦，我来去煮啦。保证甲你坐吼。看着硬有影，你是要甲念落有影？我讲，亲像即款的戆新妇啊，得要我这个大家来甲教，才会巧。有影这我要信。我来进来无？哎呦，阮后生甲阮新妇来啊，要安怎？啥物要安怎？免惊啦，有我伫的，你是咧惊啥啦你？袂惊，我就会惊，你都毋知影咧，要安怎互我味一个啦？这小味的吼。无你是要找啥物人啊？啊？大金婆在遮。遮无迄个人啦，恁紧甲我出去啦！莫骗我。隔壁讲伊在遮，啥啦？无喏，这阮兜呢，你哪恁呢？兜一个偌用。我甲你讲哦，上好是徛在边啊，啊无连你都有代志哦。啥啦？无喏，老张啊！老张啊，转啦！老张啊！我，卖味来。哎呦，好好味呢吼！味咧，你哪知？我哪会毋知？我当咧走路时阵哦，人嘛知我味在倒啊。即摆你咧走路，我当然嘛知你味在倒位啊。讲诶，我毋是自早就甲你讲过啊，伊就是惊咱将伊的钱开了了，毋才走去味。啊，所以若惊我用伊的钱哦，我看不如安尼啦，归去咱全切离婚。哎呦喂啊！我一个阿某的啦，哪会通安尼讲嘛？可是哦，我比你哦，当然嘛离阮老母啊。哪会敢要离你？是真实还是假？当然是真实的咯。哎呦，莫生气，咱想想并非会赢呢吼。为着这款查某，咱来生气，安尼会快乐吼，心肝。变啊，天地倒变啊啦！我食到遮济个，毋通看到迄个囝要离老母毋离某的。别等咧！你无见我是无？较少要娶你。阮某当然比阮老母较重要。你毋捌听咧哦？无囝，饲大汉就是某的囝啦，毋是老母的囝。捌声你？哎呦，我一阿某，我讲安尼对毋对？就是嘛，无底线。哎呦，你有看到无？这就是阮囝甲阮新妇啦，竟然阁会欺骗我。嗨，喂，你是靠煞袂？老公。我是恁大家咧，你讲叫我老高啦？你叫真好啊啦，还袂叫你老高母咧。阿囝，好啦，我甲阮心肝讲哦，莫叫你老高母，叫你老高啦。哦，心我讲老高母就老高母啦，安怎？你要听伊还是要听我？你讲啊！心肝的，我当然嘛听你啊。那呢？你叫我听看卖咧。好啦，老高母！哎呦，我这个心肝安尼会用的袂？安尼嘛较差不多。哎，你莫掠准讲米第一人兜就无代志哦，将厝家摕出来，啊无我对你无客气哦。阿囝，我拜托你啦，我甲你求啦。迄号厝是恁祖公啊留落来，祖公啊产，你甲恁某讲，叫伊莫甲我卖厝好唔好？好啦，心肝。唔好。歹势吼，阮心肝讲毋好。落车头，也阁小甲我探听者，咱这口罩我上大呢，什么人嘛爱听我的话，对无？当然好。哎，心肝对啦。不管安怎讲啦，今仔日厝客一定爱甲我摕出来。
红衫滚头嘛比过嘞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唔知嫁翁也陪。不管安怎讲啦，今仔日厝客一定爱甲我摕出来。好心肝，有听无？厝价紧摕转给我签，你着保庇这句给我签着。若叫我讲句哦，你皮就皮较硬。哎呦，你这个驴公啊点心嘛，啊你做人新妇的人，哪会这样无友好啊？哦哟，唔敢讲出去去互车弄死，叫你讲讲死，我来讲哦。无你是看袂做的是无？啊？你是想要拍我是无？啊？互你拍啊？无喏。哦，我小想看卖，我是安金仔粉的呢。当的。哎呦，有人想要拍我啦。哎呦，谁敢拍我心肝某的？某的，你赶快回来，这互我就好。搞不清楚哦，上好你是闪到边啊，若无连你就斩落哦。大金宝，叫啥你叫啥你？讲真歹，你都唔相信。三家母啊，要提出来无啦？人唔提出来哦。啊你是要哪？我你也不要甲我拍好死，互你拍啦，你甲我拍袂好，甲我拍死啦！你别玩嘞！逼你都逼你啊，拍啊，你拍啊，拍好死啊，啊什么要拍？叫我要哪拍啊？我较体，甲我拍好死啦，拍啦！好呀，你食拍你我。哎，有心要拍，唔得拍较大力，规气甲我拍好死啦，拍好死啦，拍啦，拍啦！我拍较大，你别阿死头。我知啦，紧拍啦，较大力嘞！哎呀，拍你！我特放死头路的啦！放开！大金婆啊，大金婆啊，有要紧无？大金婆啊，大概有啥要紧？老家母啊，考虑啊好哦，3天后我会过来找你哈。哎呦，当的，3天伤慢啊啦，你上好哦，是叫伊较紧的。哦好，心肝。老家母，有听无？阮校长咧讲话啊，伊讲3天上慢，较紧的啦。好啦，我明仔载就互你啊啦。安尼上介好。哎呦，当的，你甲看，咱啊，家己签，家己讲，讲到有要屈住时，咱家强要去互鬼掠去啊！伊还佫有这啦，你金闪闪通啊挂，哎呦，人唔知啦。哎呦，心肝啊，我知，来，到这边啊。老家母，八戒，无啦，你安尼讲用抢的啦。我哪用抢的，我义替啦，伊嘛是欢喜讲我的啊，对不对？嘿啦，伊若爱就好伊啦。你有听无？哈！哎呦，我心肝啊，你看。安尼唔较差不多啊。我先实在袂掉啊！认真的。我不喜欢。阿爸，这个吧，对，不，唔对咧。哎呀，大金婆讲遐尼好咧，这款代志伊会着通处理啊，唔免着咱啊，咱踮边仔看到就对。啊，你哪会蹛我门口是咧看啥啦？是啊，夭寿哦！你哪随看着我随夭寿，我是倒咧夭寿。无，唔是啦，我想大金婆因后生甲因新妇来拍大金婆啦。有这个代志哦，这边来凊彩来跳，这边去。出来呀啦！我行好，我会。等下，阿啥？你也不好做，你食无久啦你啊！爸跟你讲，莫甲伊讲遐济啦，拍啦！心情红衫滚头嘛比过嘞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唔知嫁翁也陪。
看免啦。免哦，嘿啊，我即摆上烦恼啊，就是阮婿啊，叫阿某一棍了后，毋知有安怎无？哎呦，袂啦，阮阿公伊讲法就好，啊是伊叫你甲伊拍呢，伊无要紧啦，行啦，你较要紧，我带你来去病好，美丽啊，我看吼免啦，遐我定定去啦。你吼紧转去好啦，啊无你做遐久哦，我惊恁爸会担心呢。转去啦。哟，爸，哦，啊你真是无要紧哦，无要紧你家啦。要去哦，会啦。安尼我来转啊，好，我来转啊。好啦，紧转来哦。哎呦，我这只好特当互死头路的啦。喂，你今日甲我讲个清楚哦，啊，是安怎特动咧拍大金婆？讲啊！金婆，让学生伫咧拍师傅。咱这位老朋友啊，你甲我听看卖啊咧，竟然有迄个徒弟讲一要拍师傅的啦，有可无？讲，哦，这大金婆啊，我都通忍受，你话等我记在你为了，啊，不是啥？岂有此理！哪有这款的人啊？哈，大金婆啊，人遐善良，也能够出着这不孝的门道啦。哎呀，我也是师门不幸啊！即摆人互你们看到你们好好的，是的。为着要改变陈金对因新妇的看法，大金婆叫特动的甲阿丽啊演一出戏来，互时安因老母看。但是因为演了伤过逼真，来引起慷慨愤慨，要找特动的来算账。特动的是毋是会你通闪过这摆的灾厄呢？明仔载同一个时间，敬请甲阮收看大金婆串江湖。想当时的海边，使人头醉，有情话有笑声，糖甘蜜甜。你讲要保持一个经典，为何你先来断情丝？啊，伤心的珠泪，伤心的珠泪，滴落海水。激动的波浪，激动的波浪，替我抗议，你无情。